向西班牙國王杯加時，巴塞以3-2險勝皇家馬德里啦。所有嘅參與人士啦，我要致敬。除咗魯迪加咧，最後嗰個紅牌啦係魯莽啲之外啦，呢場波我覺得近乎完美㗎，包括球員、教練，仲有面對好大壓力嘅裁判。我先問下大家，如果大家熟西甲波，呢場波算唔算係今季啦最精彩嘅賽事？5個入球，另外淨計國家打比，近呢2-3季啦，呢場波係最完美㗎。如果你冇睇到全場嘅直播，你淨係睇翻5個入球啦，可能會覺得啦，裏邊有好多嘅犯錯啦，同普通嘅比賽啦冇乜分別。但係如果你有留意啦賽前嘅環境，或者睇翻我琴日嗰條視頻啦，你會知道啦，每一個參與人士啦，面對佢張力、壓力有幾緊要。例如啦，直球證嘅迪貝高斯，我覺得啦呢場波佢表現啦係一流㗎。譬如最有代表性嘅一球啦，拉芬拿鏟入禁區，單對單面對皇家馬德里啦，新人中堅亞辛斯奧遞腳，拉芬拿跌低，球證直指12碼點。但係冇幾耐之後啦 ，VAR 話俾佢聽，你要去望翻個慢鏡。結果啦，呢個波取消12碼啦，係俾咗個黃牌插水嘅拉芬拿。如果你有留意到啦，呢個裁判同 VAR 嘅主裁啦，喺賽前點解喺記者會啦控訴皇家馬德里啦，你會覺得佢哋作出呢個判決取消12碼啦，認真公道。跟住102分鐘啦，其實佢哋嘅執法啦都係咁正。咁如果你講到兩隊嘅表現啦，都抵讚㗎。巴塞險勝啦，都幾實至名歸㗎。包括第一個波柏迪嘅神仙波，包括第3個波啦，古安迪截到摩迪嘅誤傳啦，又射過啦，係網仔波啦，亦都估唔到後衞啦能夠有咁嘅腳法。好啦，第2個入球啦，費蘭托利斯啦能夠把握到啦古圖爾斯嘅犯錯啦，射入成為呢場波 MOM 啦，亦都抵讚。至於你話皇家馬德里啦，都可以話佢係惜敗啦，因為賽前突然間啦，卡馬雲加賽季報銷，麥巴比咧亦都唔能夠做正選㗎。但係教練安察洛提啦係風雨飄搖，甚至有傳過話啦，今日如果佢輸波啦，或者立即會被炒嘅情況下啦，係仍然能夠引將上半場打防守，下半場換入麥巴比啦，而麥總亦都抵讚，係立即用佢啦，大概得30分鐘嘅力啦，扭轉局勢，令到皇家馬德里下半場嘅表現，尤其進攻啦，係判若兩隊，先能夠逼到呢場波啦，係進入加時。而最後啦，我亦都希望啦，皇家馬德里嘅球迷啦，唔好怪失第3球波嘅罪人摩迪。當時喺加時階段啦，兩隊都冇話啦係打悶戰，拖到互射12碼，唔係，兩隊都盡可能啦係繼續互攻。咁而摩迪攞咗波啦，其實佢想轉守為攻，好有膽識。可惜同埋隊友有啲誤會啦，就係咁俾古安迪截到，食個靚波，因而輸波。我想講摩迪貫徹始終啦，唔打擦鞋仔波啦，我哋應該抵讚嘅。奈何喺強對碰嘅比賽當中啦，勝與負啦，即係1點之差。而家皇家馬德里輸咗啦，但我想安察洛提啦，仍然留隊得5-1-1，國家打比佢最後一戰，到時啦4分距離，皇家馬德里有冇機會再反擊巴塞啦？我覺得呢場決賽之後啦，最能夠獎賞到呢兩班球員都踢得咁好啦，就係原班人馬再踢多一場。今晚我哋焦點啦會係翻英超同足總杯嘅，喺呢度約定你今晚睇波見。